今次嚟到日本南邊嘅一個島嶼 Okinawa 沖繩。2023年嗰陣咧，我喺直播提過啊，唔理你送唔送玄學風水定係時間周期嘅推算都好啦，喺24到25年盡量避免去日本旅遊。雖然咧係冇出現啲咩世界末日，不過過去2年日本的確係不斷咁樣發生咗5.5級以上嘅地震，又連續嘅海嘯警報，中間咧有段時間咧亦都爆發咗高傳染性疾病，印象中持續死亡個案都超過1000人。2025年年中一度出現白米生產不足，米價飆升超過1倍。另外東京市區更加曾經出現過連續斬人案，能夠喺早2年之前咧已經通知大家提前預防，去少2年日本旅行又唔使到叫苦連天嘅。既然可能最壞嘅2年都已經過去，甚至乎早前對日本最苦惱嘅石油供應問題啊，今日睇上嚟都似乎好似有所舒緩啦。加上日元匯價仍然處於低位，最好嘅行程安排當然係飛一轉日本啦。咁點解我會揀沖繩而唔係東京啊、大阪啊、九州呢？因為呢一啲地方你已經去過太多次啦，而且如果想一邊旅行順道視察一個國家經濟情況，其實最好咧未必去大城市。我哋都知道東京人口佔咗全日本80%，人就一定多嘅，除非差到好極端啦，否則好難可以睇到好明顯嘅差異。但如果連沖繩呢一啲嘅島嶼城市都一樣係外國旅客多，日本人國內旅遊多，消費興旺，咁就真係反映日本經濟有氣息，而唔只係政府數字上嘅增長。雖然沖繩只係小城市，但既然嚟到日本啦，當然今集要一邊沖繩四圍走，一邊講一下我點樣睇日本嘅未來。今次嘅沖繩自駕遊住宿啊，揀咗一間比較有歷史嘅 resort spa， 全間 resort 咧佔據咗一整個山頭，分咗3棟，有可以容納超過300架車嘅停車場，裏邊有小商店、4間餐廳、卡拉 OK、一大一細嘅泳池、spa、浴場、歷史展覽館、琉璃工房、game room。但健身室咧我就嫌設備少同埋舊啊，早餐就味道麻麻。不過如果係行程安排時間充足，留喺呢間 resort 咧都可以消磨到2日時間，冇收廣告錢嘅，純粹個人感受。翻去正題，對於今日最多人關心嘅嘢咧，唔係日本經濟會唔會好，而係日本股市仲可唔可以再升，日元會唔會再繼續貶值，我就唔賣關子啦。對於日本股市短期嚟講，以未來1-2年計，我認為咧回報率唔會太高嘅，甚至乎會出現負回報嘅情況。但長遠嚟講，我唔認為日本會延續過去迷失30年一樣。過去1年嘅時間，日本股市飆升，比起真實嘅經濟增長帶動呢，更多嘅係市場熱錢過急尋求出口造成，再乘上股神基金巴郡投資日本5大商社，造就市場熱錢瘋搶推高日本股市，配上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經濟藍圖，以及大行報告吹奏唱好，將股市短時間內被炒高包裝得好合理化。但熱錢終歸都係熱錢，唔會永遠停留嘅，亦唔會係無限資金，而且好多時熱錢都係涉及槓桿借貸。今日好多市場嘅操盤喺電腦嘅 AI 化之後，唔會再好似10幾20年前仲慢慢喺度諗買唔買、沽唔沽，而係 scan 到有資金盤買就會一窩蜂衝入去買，有人大手沽呢，就一堆盤一齊推出去沽。再加上而家市場睇上嚟好似好活躍，實際上冇太多可以炒作嘅 concept 嘅。講 AI 講半導體，其實已經來來回回都2-3年啦。2024年嗰陣已經講緊2027年嘅訂單，今日已經吹奏緊2035年。但除咗 AI 股咧睇上嚟有明顯嘅盈利增長之外，大部分嘅行業都冇太多嘅轉變，就等於一日食早午晚3餐，你唔會因為 AI 而變成一日食6餐噶嘛。對日本股市亦都係咁樣。日本嘅股市主要權重股咧都係以重工製造業同埋綜合營商社，受惠住日本政府提高國防上嘅開支，當然係直接有利於重工業。不過收益仲未到，股價已經先能炒高幾倍反映預期憧憬。即使最終收益如預期，今日嘅股價仲可以再憧憬到幾多個10年之後呢？而且經濟有周期，所有行業一樣都會受周期影響。短時間裏邊股價超出反映未來，喺均值回歸下就會係點樣升，點樣回復翻正常嘅原狀。至於日元，我相信呢個會係對任何一屆日本政府嚟講啊，都係非常之難處理嘅問題。高市早苗提出要大殺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但若然貨幣持續貶值，結論只係會延續過去30幾年嘅舊患，債務同埋利息疊加而冇辦法去改變。所以如果今屆高市內閣真係決心要扭轉局面，採用嘅匯價取態就必須要強硬。
從高市內閣嘅參選政綱我哋都知道佢哋係根本就冇打算以增加出口作為推動日本經濟嘅底牌。比起依賴製造業出口，今屆政府更加係明確想走係軟實力嘅推動經濟，即係科技改革。因為純粹嘅製造業最終都只會走向價格競爭嘅低毛利比拼，而科技上嘅軟實力出口，只要技術有商業需求，就可以唔容易受到匯率因素影響，唔需要依賴低匯率提高出口競爭力。至於日本 BOJ 要做嘅嘢就係加息抑壓日本國內通脹嘅問題。好多人擔心加息會提高借貸成本。過去幾年美國做咗好好嘅示範，加息無阻企業借貸發展同埋經濟增長，因為只要未來增長空間大於利息成本，加息亦都只係手續費。再配合埋日元匯率上升，對日本企業走出去嚟講更加係利大於弊。不過對於外國人進入日本經商投資就變成相反啦。出現呢一種預期效果，亦都非常之符合日本政府保護本土主義。對於想要以低匯率去日本旅行，或者呢一段時間話唔定可能就係最後嘅衝刺機會。嚟到日本，大家會聯想到嘅除咗係日本和牛、壽司刺身、sake、whisky、大吟釀之外，唔好忘記日本其實都係一個文化產業輸出大國。雖然 J-pop 喺過去10年被韓國嘅 K-pop 超越，不過日本動漫同埋藝術工藝品喺世界上佔據住一個重要席位。既然 AI 係代表住複製同埋自動化，咁樣佢嘅相反就係創新同獨特。論創意創新，我相信亞洲地區嚟講，日本絕對係會係名列前茅嘅國家。九雲若然係有利虛擬同埋文化，日本似乎喺呢一方面具備先天嘅優勢。再加上科技嘅進步同埋配合，相比起金融同埋傳統生產出口，我更加係睇到日本喺軟實力方面嘅發展。而且我哋見得到喺新世代嘅文化，唔係着重喺純物質。日本少子化，隨住人口減少，老一輩已經建立落嚟嘅嘢對年輕一代嚟講，成為本嚟已經存在嘅資源。就好似住屋、房產、交通、政治制度，好多日本嘅新世代已經唔需要重新建立，可以話係苦咗過去嘅兩代人，換嚟新世代有機會走出歷史迷執30年嘅困境。當然真實嘅情況冇可能即時見到效果，但係從而家日本年輕人嘅諗法見得到比起80、90年代嘅經濟泡沫爆破之後，由過去兩代人嘅封建保守，逐步出現年輕人願意主動參與政制改革，由安倍晉三到高市早苗，我哋亦都見到成個日本政制嘅風格轉變。唔再係依賴傳統嘅老一輩選票，而係走向更加親民、更加年輕化、更加貼近年輕人嘅諗法嘅作為政綱。我哋呢一代人經歷過互聯網嘅改革，由好難接觸到網絡技術，到今日使用互聯網已經成為大家嘅日常。而家嚟到 AI 時代，基本上而家日本東京嘅大學生已經係將 AI 融入到平日嘅學習應用上，甚至乎有啲從高中階段將 AI 嘅使用納入正規教程。可以見到日本唔係紙上談兵嘅成長，而係真正由上而下嘅教育改進，從最根本嘅起步開始鞏固。我哋知道日本民族社會係好講求匠人文化，意思係指以專業技術為生，講求自我突破同埋追求極致。好多匠人甚至乎一生只係專注做一件事。呢一種文化喺 AI 技術嘅加持下邊，未來會唔會轉變呢？我冇辦法知道嘅。但如果將 AI 用作為強化專業領域，我估計套用到喺日本年輕一代喺產業發展嘅突破上，會遠遠拋離過往歷代。特別係既然日本擁有優勢嘅文化藝術產業，哪怕係日本嘅現代藝術大師村上隆，我記得喺較早前嘅網上一個訪問提到佢喺最新嘅創作上都會加入咗 AI 技術，唔係用 AI 去替代佢嘅創作，而係透過 AI 喺構圖上嘅輔助，加快呈現作品嘅預覽，減少創作嗰陣錯誤浪費嘅時間。換到入好似動畫製作咁樣，好多時涉及大量人手繪畫嘅成本，又或者係遊戲設計上嘅 CG 用到嘅高成本繪製。AI 可以加快降低成本，令到原本太受時間限制同埋毛利少嘅製作公司喺未來變得更有生存空間同埋競爭力。不過翻到去金融市場上，焦點會慢慢翻到去債務嘅後遺症。過去30年嘅全球 QE 時代，我哋消費未來嘅40甚至乎係50年嘅財富預期，只要存在住貨幣同埋經濟，債務就永遠唔會完結。所以真正對日本 BOJ 嘅挑戰係喺手持債務超過500兆日元嘅情況下，重點唔係放棄要唔要加息同縮表，而係要用點樣嘅速度降低債務，避免再次發生泡沫爆破，重蹈歷史嘅覆轍。而目前我認為最有效嘅方法係喺經濟完全復甦前，通過利率正常化，將日元匯率由長期貶值扭轉，再利用回購國債逐步減低市場持債份額，降低債務價格控制權過分側重喺市場嘅一方。
至少喺金融操作上避免成為對沖基金嘅追擊目標。再拖延等實體經濟能夠承受到衝擊之後咧，先係主動推爆問題。唔好以為大到不能倒咧就唔會倒，最好嘅方法係先控制主導權，再決定點樣去引爆降低損傷。去到最尾好想吐槽一下，沖繩真係唔係太多好嘢食，麻煩大家有啲咩沖繩食過好食嘅，要真係好食啊！下面留言話俾我知，等我抹翻低，下次再去真係試下會唔會拆佢招牌。今次沖繩之旅暫時嚟到呢度，我係 Lockin，下站再見。